感动时刻，今天镜头来到了屏东内埔，在这里以黑猪肉闻名。猪农谢旭中21年前接下了家业，他力求改变，从畜牧业转型为食品贩售。一开始家人很反对，后来他努力不懈，用啤酒酵母饲养黑猪，一头猪养15个月，多花3倍的时间，但也因此成就非凡。和新村这户人家的后院，述说了一段台湾畜牧业的故事。猪农谢旭中带我们进去参观。一头头黑色猪只，谢旭中从小就和他们培养感情，习性、脾气他最懂。他推着一车子的饲料，准备要喂食。这就是给你们吃。饲料里头加了啤酒酵母，据说黑猪肉的口感会比较不同。我哋最主要加一个啤酒酵母，最重要用意都係講誒，看佢而啲而實質係話而啲肉質會個好嘛，可以你有大理石紋，如果而啲肌間脂肪會個豐富，個食控嘅會比較有多汁性。庭院小木屋，外观打造的像是日本车站，但里头摆设猪肉摊。自己生产的客家咸猪肉和黑胡椒乐排一起烹煮，200度高温伺候，20分钟之后，肉汁滴下，令人垂涎3尺。乐排外皮烤得酥脆，肉质鲜嫩，如同品尝米其林飨宴。另外一道客家咸猪肉不用酱料陪衬，口味适中，叫人激赏。谢旭中回想当年接手畜牧业，力求转型朝向食品贩售，家人可是很反对。我哋出嚟用我哋成績，用我哋專業做本睇人啥看你哋真係可以用同環境狀況好些，嗰同嘅空氣煮嘅空氣狀況好些，都可以唔是假藥，我煮嘅嘛可以用到錢好。一頭豬養殖15個月，比別人多3倍的時間，成本更多，賺得更少，但只因為要堅持品質。我是50年，我冇假藥啊，本社會就適得個健康。我甚至講嚟影響到我哋肉煮嘅生意。內埔黑豬肉聞名南台灣，就連北部米其林廚師也主動上門談合作。客家子弟用心養出生存之道。屏東內埔的黑金，客家子弟細心呵護，特調飼料、冷氣肉鋪，200度的高溫，一如打拼的熱情，迎着讚嘆不斷的感動時刻。